係應該㗎嘛。咁香港司法始終都係公道嘅。曾經喺96至97年間以32億狂掃山頂帝景園等等豪宅嘅秦錦超，多年嚟見盡風浪，更加曾經自誇錢多到20世都使唔完。被封為豪宅大王嘅佢，先後面對過2次嘅刑事檢控，最近一次就被指涉嫌串謀走私同埋洗黑錢，案件擾攘超過7年。秦錦超最後憑住自辯成功打甩控罪，事後又指佢獅子開大口，向政府追討100億嘅賠償。今個月中回復自由身嘅秦錦超如常返去辦公室，精神明顯飽滿。入咗紙㗎啦，入咗紙係追討緊㗎啦。我追討緊，但係幾多錢咧就唔係幾方便透露咯，因為係已經進入咗司法程序。秦錦超被控於喺10年至12年初以運廢紙同埋鋁錠作為掩飾，實際係走私銅板同埋電子產品去到內地，並且串謀洗黑錢約33億元。案件涉及中港兩地搜證，海關搜證嘅時候曾經多次甩轆，包括搜查令冇喺有效嘅時間內執行，結果被法庭裁定檢取嘅證物係非法，要重新申請搜查令。法官另外裁定，海關上船檢出嘅艙單並唔係喺香港出口嘅艙單，又質疑船上人員嘅作供係出於自願，所以唔接納為庭上證物。控方結果只能夠唔提證供起訴，令到秦錦超輕易打甩走私嘅罪名。而洗黑錢一罪，法官直指控方傳召嘅證人只係屬於金屬貿易範疇嘅專家，所以唔接納佢對於貿易以及出入口程序等等提出嘅意見證供。被案件擾攘多年嘅秦錦超，因為資產被凍結而請唔到律師，亦都就司法不公曾經2次提出終止聆訊，最後憑住佢3寸不爛之舌，親自盤問海關官員，成功打甩控罪。生於廣州，靠改裝左軚車賺到第一桶金嘅秦錦超，曾經涉足電子廠、酒店同埋碼頭事業。佢喺97年狂掃山頂陽明山莊等等嘅豪宅，但係敵唔過金融風暴樓價大跌，所以不斷將新買嘅物業踢契。其後佢被揭90%嘅物業由新華銀行批出按揭，喺借無可借之後，秦錦超就串謀銀行高層開假信用狀，貸款2.2億元冚數，最後俾人向廉署舉報。秦錦超因為串謀詐騙而被判監5年半。07年底，秦錦超刑滿出獄，但係佢嘅生意已經嚴重萎縮。昔日嘅物業唔係已經踢契就變成銀主盤，經歷過大起大落，秦錦超終於喺12年後嘅今日，有望靠賠償金東山再起。不停放催淚彈，我嗰個 office 咧喺22樓，我都聞到。希望大眾社會嘅團結一致，對抗惡法，對抗暴政，共同守護香港。